太亮，谁有一个替身？站在中央，影子被推上天台，穿上礼腰。观众要一个心中风变投射，轮廓被丝丝重摇，速度比思考快。荧幕角为人传，如何同时愤怒？数字站在抖的上，只飞情绪。真正的火藏在背后，不发声，亮光忙着给谁？为何需要眼神？表情着声音越来越近，呼吸被贴谁为抵抗，沉默也被定义，诉上全失败。生意换种种，连你被剪辑成片段，方便出发，光熄灭后，地面没有不同，只是下一个位置。已经空出。黎明不需要替身，慢慢来，影子回到墙边，不说话。